零食品。怎么味道那么臭啊？什么味道？让我闻闻。这个味道你闻不出来吗？才不是的，一大早在门口抽烟，想娱乐自己。抽烟他不怕伤肺啊？他不怕，但我很害怕。他抽烟又不是你抽烟，你怕什么？你们说对不对啊？二手烟，我们把它吸进去，不是害我们自己吗？说得真好，那我再考考你，你知道吸烟后肺的颜色吗？当然不知道，书里面又没有写，就算有写，我也没有读。嘿嘿，这个我知道。别张了，快说。吸烟后肺会变成黑色的。黑色，好恶心哦！对啊，不仅肺会变黑色，而且消化系统也会不好。会出什么问题？会出现像肺癌一样的问题，而且吸烟就像吸毒一样，会越吸越上瘾。听说烟害行政法规定，在学校。听起来真可怕，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呀？会出现像肺癌一样的问题，而且吸烟就像吸毒一样，会越吸越上瘾。对啊，吸烟不仅，所以我们听说现在烟害行政法规定，在学校或是烟厂吸烟会被罚。没错，至少会被罚2000元，而且拿烟给18岁以下人吸，要罚5000元。都在这里哦。那我们怎么帮助想戒烟的人呢？可以拨打免费戒烟咨询专线0800636363。